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最近受到西南风加风台路劈的外围环流影响，南部地区已经落几日天的大雨了。伫咧台南的林家，也有人林家自头前放弃变做一个山坎同款。但讲到屏东的潮州，昨暗夜好亲像出现加雷亚风，这大雨唔但影响到民众生活，连垦丁的观光业也受到影响。滨溪头前有封锁线，因为点甲路已经逼开入落去，就连拱线拢露出来。台南市林徛区这3间滨溪头前，大雨冲空落机，远远看过去，就亲像山界同款。礼拜早才来看到。晓白晓看，因讲4点起还未放落，4点外也放落，伊这都讲埋，拢无声音。底下已经掏空了，所以挡土墙就倾倒。那初估这边需要的工程费是750万。林徛区公所赶紧到现场为封锁线同步抢修，也看到驻雨暂时撤离。暗过受即摆风台外围环流甲西南风影响，屏东潮州初五暗时10点左右，佫亲像出现加凉风，造成真侪路树、青灰啊、电火条啊倒去，就连放伫外口的冰箱也被吹倒煞毁。冰箱拢飞过，飞过遐安尼啊，两只拢飞过遐。拢飞过，两只拢飞过。风透到安尼哦。嘿啊。你袂惊吗？我惊到要死。中风县社区互民众看甲公气，拄是休作大过，真无简单，等到降到2级警戒。暗过一直落大雨，也互垦丁南湾沙坡路场根本无游客，重创观光业。这浪那么大，整个沙滩满目疮痍啊！这样你看看怎么做生意？这个地方的部分是有增加，但是不是很明显。那最主要一个还是在观望整个疫情的一个变化。虽然路漂风台，初六早起已经减少做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到这个周末为止，依然为西半部带来大水雨。受灾民众甲业者只希望天气赶紧转好，互因恢复正常生活甲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表示，这风台路劈已经降做热带性低气压吧。不过，这西南气流依然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在高雄地区的高铁铁基路积水有半个车链遐悬，在凤山要车路逼开，出现30公分的悬架感。那讲到家己的部分，有一只货轮跨山，因为这个风影伤过大，规只船是强要沉去啊。车路位中逼做2半，另外一边严重崩塌，悬架感差超过30公分。这个崩塌的所在，伫高雄凤山中仑国中边仔有公路20项，连续落大雨，高雄市的路面出现真侪水窟也甲崩塌，含这位已经是这6天第5件道路毁损。下线的高度差不多是50公分。积水原来困扰民众，午后高雄落大雨，高铁路边车路积水超过半个车轮悬，骑机车人烦恼熄火，只好停伫路边。山区也因为大雨不断，路面一直积满为山顶冲来的土煤膏啊。伊要挖出来，所以像安尼啦吼，所以我即摆会注意哦。提扫帚一直扫水，民众讲徛街已经添2个楼梯悬，不过也是无法做防止淹水。尤其是这2天雨，一个路都真惊人，互当地过道了后，积水就超过20公分。你看你昨暝是哪特别关物件？因为这个歹天气，也互嘉义县海边一只往回布地甲平湖的货轮，初5伫布地上港靠搭，规暝海影一直线，规只船强要沉去，状况危急。28个货柜，那里面装什么东西？大概都是些散杂货啦。所以跟我们布袋麻供一些补给品啊。那它目前的燃油有13公丙，那它华油有1600公升。早起海影也真大，无法度将货轮拖走，目前先放炸油素，避免漏油造成污染，下密切监控，天后天气较好，马上展开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加西南气流影响，咱台湾西部拢当咧落大雨，其中彰化、新港、云林的大溪，这块地势较低所在，也拢伫咧淹水，甚至话徛街1礼拜已经淹水淹3届啊。清风满了水过去，彰化县新港乡七家村一个3合院的厝主，几工前才因为大雨淹水，水退了后，厝才变扫完了尔，无想到初6透早雨势，伊个大淹水咯。哎，我往来淹啊咧，唔捌淹啊哈严重，家人厝内逐间都叫啊。哎呀，昨日变好了，昨水都消我无半项，今仔会佫开始咧淹啊。另外，云林县台17线也因为大雨，和大路敢若亲像好共款，水深将近1个链较悬，民众早起发现无法度出门去上班咯。透早就一直淹，我嘛唔知，我骑的车就袂当出来啊。另外，大西乡这边灾情是更加严重，冰箱贴悬放伫椅仔顶面，前拖也铺伫水顶面，民众讲这礼拜已经淹3摆咯。
3摆咯，这个摆3摆咯，3遍咯。啊嘛是拢只音只悬是吧？今仔无即摆较悬。老大老虎着洪水的闸门，门内门外拢淹起来啊！挡水的装备已经无法发挥作用，有徛家已经看开啊，清雨鞋浸伫水内底，行来灶骹想办法看有法度来煮食无。迄日嘛是安尼。哦啊。我好好咧，也无法度。伫在细街5港村有一个阿嬷坐伫厝内底面床顶面，水已经淹到面床边啊，也是无法度。一摆，我拿盐膏汤，我拿高这个汤。哦。我去互老老去倒好啊。今较逼我啦，今天较多啦。今日落够济。经昨暝都一路落到今嘛拢无啥停。根据气象局资料，初六一天雨量到下晡4点为止，前10名云林县就占7个所在，其中大西乡总计达到243毫米，全国雨量上悬。云林县政府也赶紧来宣布，中昼12点开始，大西乡是停班停课。这波雨势打伫台湾西半部，也有2天，民众要有心理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是轻度风台的路皮已经走去中国，也变做是热带性低气压吧。不过，有专家表示讲，这个风台可能是先去中国，再来到台湾。若准是出了中国，敢会变强烈，恐惊是搁要观察。另外，气象局也讲，这西南气流是真强，拜6礼拜雨会落真大。9号风台路票转外去中国，结果受地形破坏，无风权减少。初六早起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不过气象专家强调，初7、初8恐惊转向偏东，会下过台湾海峡，无排除过来台湾消息的风台会搁复活。大陆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叫做本地的产物，不是叫本土台，并入整个西南气流里面，发展不大起来。未来还是要看说整个北方系统对它有牵引的效益，有可能会涨起来的机会。气象专家表示，看过路径真奇怪风台真多，消息搁复活的风台也未少。2011年的天晴风台，经历屏东恒春了后，出海时一年，伫海面4把水汽变中度风台。为了增强，和恒春半岛东部地区灾情真惨，不过已经登陆对华中国搁出海，搁复活做风台，搁来台湾，历史上唔捌有这记录。就是等到它变成台风之后，纵使它明显减弱热带性低气压，但是还是用同样一个名字。从登陆大陆之后再回来这样的案例，我们还找不到。在一个低压带里面，它其实缺乏显著的导引气流，所以它走到一个地方突然就弱掉了，就变成热带性低气压，突然又受到一个力量，让它又旋起来了，就涨起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几年就会来一次。气象局也表示，路票搁生做风台记录真低，不过爱细节不是伊的强度，是伊拖长长的西南气流带惊人的雨势。初7、初82天对台湾影响上大。明天在台湾陆地上面，也会有非常旺盛的对流活动发展。在明天甚至到后天的上半天，西半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不排除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气象专家表示，不管路票是不是有增强，正做轻度风台，西南气流进入台湾西部陆地已经是真难避免。为初6礼拜5开始到初8，中南部热海早期地在强降雨，偏午也要注意强风大雨。另外北部地区的影响，要等到礼拜6上明显，爱细节宽流直接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0个本土病例，2个带病入境，也有3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在8月初10到23继续维持2剂警戒。那讲到注疫苗部分，先注 AZ 即过来注 mRNA 疫苗规划。指挥中心目前也等咧列名单，会实行伫前线的风险真悬顶头。另外讲到第6轮会增加国产的高端疫苗，上紧伫8月底民众就当注着啊。国内新冠本土疫情8月初6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4例上侪，搁再来是台北市3例，嘉义县2例，彰化县1例，并且新增加3例死亡的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讲，疫情稳定，也在去控制范围，所以讲8月初10到23维持在2级的警戒。疫情现在是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也没有突发的相关的一些特别的事件。那观察的时间仍然还算短，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全国2级警戒。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的病毒基因定序结果，7月30到8月初5，境外移入有7个印度 Delta 变异株，分别来自美国、印尼、墨西哥甲泰国，也有1个英国 Alpha 变异株是来自日本。今年开始，
有49例的 Delta 变异株其中37例是境外移入，那12例都是跟屏东枋山枋寮群聚有关的本土个案。另外，在疫苗注射部分，考虑老大人可能有数位的落差，65岁以上的老人，第2剂疫苗会使家己上网来登记，也由地方政府代为预约，并且安排注射时间甲地点。另外 ，AZ 甲 mRNA 疫苗也会使蓝地主确定实行，会优先开放第一线的专职病房，以互人员来做，即阵才伫个算这人数。第一线的会直接接触到病人相关染疫风险高的医护人员可以先来混打。好，那其余的要看看整体疫苗的一个供应的情况，我们再来做决定。因为国内疫苗真欠，恐惊面临空窗期，无疫苗通做。但市长强调，伊比什么人拢着急。即阵国际疫苗掌握伫卖方的市场，指挥中心是有计划有期待，不过无法保证一定会来。不过，因确定的是，8月下旬第6轮疫苗就会使开始来做高端疫苗，而且到初6下晡2点半为止，愿意登记做高端疫苗的人已经超过10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指挥中心伫今仔日也宣布到8月初10开始开放游泳池，不过也着爱进行人数管制甲防疫措施。伫咧南部的县市内面，台南市是走大省，宣布开放7个公立游泳池，予受水的选手来做训练。受疫情影响，台湾公私立游泳池配合防疫，关2个月过，即马有好消息咯。指挥中心宣布，8月初10开始，游泳池要移除无开放产业名单，用人流总量管制甲实名制这措施防疫。以水道数及长度的计算，可以容留的人数。那分时段入场，那各场次至少间隔30分钟以上，进行场地消毒。那采预约制或人员造册。因为全运会按算10月开始，选手已经2个月无法度训练。台南市初6先宣布，即马开始开放7个游泳池，受理游泳选手的训练申请。今天接受游泳这个队伍参加全国运动会许多游泳队伍的训练以及这个比赛那可以让许多选手可以提前这个舒展筋骨，而且找回水感。不过南部其他县市就较保守，屏东表示8月初10会先开放万丹游泳池，予选手训练。高雄甲嘉义县市是回应会配合中央指引，开放我们的万丹游泳池，希望我们的游泳代表队呢，能够在良好的训练环境下，都做好完善的措施的情况下呢，进行游泳训练，循序渐进，有条件的开放相关的这个措施跟规定，我们也会尽快的公布。但政府总算因搁落水训练，选手也希望中央赶紧公布相关指引，欢迎赶紧投入训练，为家己队伍成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的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新加坡也放定台湾旅客入境限制。若准去到新加坡是爱做 PCR 采检，检出来若准是阴性的，就唔免隔离。另外，讲到咱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上紧伫8月中会重新来启动。这回开放民众去帛琉会当自助观光，而且当地也有3种疫苗通好做，已经有真侪旅行社开始规划行程啊。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泡泡，因为台湾5月发生本土疫情而中断，这种有机会重新启动，甲进前无共款，可能无搁再限制团进团出，立即开放自由行，但是中是乐观来面对。台博的泡泡，我们还是乐观以对相关的计划提来，我们会尽速的来核定。外交部我们会在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之下，审慎而且积极的来推动深化台湾跟帛琉2国的观光跟合作交流。根据了解，帛琉当地有非水交省无设立3种疫苗应选，兼顾疫苗注射度假行程，而且若回国检疫规定比较进前，无需要14天住防疫旅馆来隔离。旅行业者认为讲，比关岛的行程更加有吸引力。为着要来抢这商机，不少旅行社已经开始赶紧来规划这个有尾行程。上早出团的时间就定伫8月14，分别有5天4暝加4天3暝这2种营来选。从8月14号到8月底，总共有3个梯次的5天4夜，跟2个梯次的4天3夜。相较于4月份来讲，很大的差异是它兼具疫苗施打、疫苗旅游的这个功能。那另外一个就是最大差异是它是可以做自由行。
至于说市场到底有多大，我们也还在评估当中。由于台湾的疫情较厉害，新加坡放松台湾旅客入境限制，初时暗时11:59分开始，出发前21天拢伫台湾的旅客到新加坡了后，必须在机场接受 PCR 核酸检测，若结果是阴性，就无需要隔24天，随会使自由来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拍去东京奥运的空手道选手王奕达是家己囡仔，今早起9点，伊的母校玉山国中也特别设一个转播平台，邀请乡亲来替伊加油。比赛进前，大家做伙替选手点声，家己市玉山国中为着要替伫东京参加奥运空手道比赛，王奕达加油。在时啊，就伫学校转播比赛。那接下来是否也会针对于各项运动的奖励措施来滚动的修正？那也希望能够从小栽培更好的，像奕达这样子那么棒的选手，能够代表嘉义，能够代表台湾出赛。王奕达的父母因为着做生意，只会当伫店内看后生比赛，看到王奕达徛伫咧奥运比赛的现场，伊的老爸看了是真感动。他真的进步很多，很久没看到他，真的是进步非常的多，很行，在整个技术上的流畅性看起来很舒服。王奕达今仔日小组的比赛摕到第5名，虽然无法度参加摔落去的比赛，但是伊的老母讲，会当参加空手道的奥运比赛已经是一个荣誉。伊的阿姊嘛表示，已经有2个月无看到小弟，无论结果如何，拢希望伊有一场家己满意的比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咱在地的消息。今仔日伫嘉义县出现2个本土病例，是一个住伫咧新北市后生，登去嘉义民乡看伊的爸爸妈妈，才会传染互因2个。那伫咧彰化部分，今仔日有增加一例，是一位4月入境的外籍移工，换头家爱做 PCR 采检，煞来检出阳性，到当时找无感染源。来到确诊者卡热消毒，嘉义县进行爆发工厂规定小话，小连续2天无病例，切拉阁传出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不过县政府是讲，甲工厂规定小话无关系。民雄乡长期住在新北市的，他确诊，他在7月23号到25号，在疫调里面曾经返回嘉义，有接触到他的父母亲。2个确诊者是翁仔某，按15870甲按15871，初步体检确诊，怀疑是和住伫北部同款确诊的后生围着的。伫原来卡热真单纯，不过去过外县市的诊所就医过，嘛甲亲情包车去外县市参加丧礼。所谓的加强版再延个3天，我们来看扩大筛检后的结果怎么样。因应着工厂规定小话案件，嘉义县2级加严这个做法，本来是初6要解除，也因为新增加2例，要搁延长3天。彰化县原新增加1个确诊，县政府是讲个案是外国籍移工，4月中摕 PCR 阴性证明入境，28天自主健康管理搁采检阴性才投入职场，一直到8月初4转换中外公司 PCR 体检才确诊。因为它是比较属于行政工作所以大概会有一些外县市的一些活动史，那主要比较特别是在外县市有个宗教的聚会。县政府表示，个案7月27至8月初1要去台中参加宗教活动，相关接触的有300多人，目前 PCR 采检拢是阴性，只是个案 CT 值30，病毒量真低，也有可能是入境前也是拄到台湾的时阵就确诊，唔知会出现体内有少量的病毒。目前当地查清楚感染源，嘛会搁采检确认个案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8月初8是父亲节，真侪人拢会去庆祝。台北市长郭文哲是呼吁讲，正人食饭上好是一人一套，食饱才来开讲。另外，台北市也要开放游泳池、骹球、乒乓相打的运动。那讲到幼稚园安亲班的部分，人数也放练到90%。不过新北市的部分讲，要等到后礼拜1才来公布。周末就是我们这个开放松管制以后的第一个挑战，父亲节。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也是这波疫情放连管制了后爱面对的大挑战。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顶个疫情大爆发，就是甲母亲节大量的人丁有关系。呼吁做伙食饭，上好是食套餐，食线嘴暗挂起来才开讲。初6台北市新增加本土3例，台北市政府也宣布部分场馆开放。8月初10开始开放骹球、游泳池、唱水，一甲倒球相打这运动。幼儿园安亲班的招收人数，为原来50%放宽到90%。8月16有条件开放各高中职校园学习活动，敢若含校内学生囡仔上侪30人，上半工课。所以说入池前还有上岸以后，
应该就立刻戴口罩了哈，只有在水中游的时候不用。目前我们那个 pH 值要维持在7.2到7.8，另外一个是氯的量有拉高了。那一个阶段大概都在礼拜一，我们会视整个这2天的疫情状况，在礼拜天或是在礼拜一找一个时间，如果疫情稳定的该开放，我们就会开放。新北市是不是原来要开放游泳池？市长侯友宜讲，爱搁看这个礼拜六疫情的发展，因为新北市初六搁新增加4例本土确诊个案，大部分是属于家庭消费。中央打算发放5万元来抢救经济，侯友宜是讲会最好准备，会搁踏一挂来进行新北市。那我们这一次可能会以5倍券，我们新北市在加码的形式，然后跨级处各级处里面都可以提出加码振兴。以地方特惠券的方式来配合办理。瓜问题是讲，后疫情时代除了纾困振兴，嘛都要思考辅导产业转型。这波疫情，餐饮加旅宿业者影响上大，有长辈唔敢出门，原来互警老开使用率降低，安怎搭配5万元？台北市当地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表示，要辅导放假地区的茶馆重新营业，这礼拜开始通知。另外，若准有违章建筑的茶馆，爱因伫咧限期内面来改善。另外，当地居民也讲，有真侪外籍移工会伫咧茶馆内面食头路。市政府也讲，若准发现违法的移工，也会依法处理。违建广告搭伫艋舺山水街这间茶馆门口，台北市政府规划要予艋舺茶馆重新营业，但是建筑爱符合法规。这礼拜开始通知业者，要求伫16至20家己拆除，无就会强制拆除。根据市政府的统计，违规的12间茶馆有5案是占用火路，5案有营业用的灶卡，2案厝顶违建，2案空地违建，总共14案违规。那如果业者对于这个违建的认定存有敌意，或者是有其他原因自爱难行，爱难于在限期内自行拆除的话，可以向建管处申请提送争议委员会审理，可以视个案的情节再酌予放宽改善的期程。艋舺居民讲，有不少外籍移工伫茶馆食头路。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强调，即马辅导艋舺茶馆重新营业，若是有违法移工伫茶馆做工课，会罚雇主15万到75万。无证的移工当然是不可以在我们的茶室业里面去工作的，这个违反了就业服务法。在谈那个逃逸移工的问题的时候，觉得都应该要先去看到一件事情是，这些移工他们为什么要逃逸？对，其实有很多是我们现在的移工政策上面的不合理、歧视的对待，才会使得他们可能被迫要去逃离他们原本的工作。可顺怀基例，台湾即马无开放移工自由转换雇主，但是因伫现主时的工作环境拄着问题，阁无法度自由转换，就可能会选择违法去找别项工课。伊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毋是直直掠遮的移工，是应该来修改制度。记者郭柏根、郑派文台北报道。湘北地区对8月初3开始放零餐厅用餐的限制，亲像火锅店、蛤蟆店也讲，人客开始转来差不多有到3成。不过对这个办桌餐厅一般的小店来讲，头家也是考虑到防疫成本加员工的安排。火锅长长滚，虽望简单会当过帮分菜开讲，不过过了2个多月，总算会当参朋友斗阵伫咧餐厅食火锅，人客要是感觉真欢喜。是还好，还是可以这样子讲话。现在去拿菜都要戴手套，还要戴口罩，对，以前不用。去听饮料、乌冰淇淋较少了，人客拢着爱挂餐厅提供的手套，伫咧菜市区这部分，得爱由店员来替您嘅。以目前现行来说，用餐期间的满桌率几乎都是8到9成的，但是因为配合所谓的防疫政策，即便今天坐满了人，大概我们的营业额也可能只是回到以往的3、4成左右。不过，对卖倒菜的业者来讲，爱做假帮，佮爱照中央规定，爱有专人来分菜。即阵嘛，要佮伫咧设计假帮，头家讲会先继续拼挂送的生意。比较低单价的消费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多一个人手去帮他做分菜，本来就已经快没办法营运了，再多人手，那根本一下就可以关门了。也若对卖食的细间店头来讲，疫情还未完全结束，头家讲简单会继续红包回去。那对我们来讲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如果说政府决定
内容开放可以不受限制的话，我才会开。疫情继续维持2级警戒，餐厅业者带条件开放予内地者，不过大部分的业者还阁伫咧观察。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Delta变种病毒是真高传，南韩一天的确诊人数已经是连续3天，拢超过1700人啊。南韩政府也宣布讲，这警戒是要搁再延长2礼拜。另外，南韩已经摕到4种国际大药厂疫苗大港资格。南韩政府也打算讲要下档本投资，希望4年后会当变做是世界前5大疫苗生产地。南韩的确诊人数为初三开始连续3天拢超过1700个人，河总确诊人数增加到20万7000多人。为了控制疫情，当局搁一摆宣布，首都圈4级甲毋是首都圈的3级防疫措施，要继续延长2礼拜到8月2日。 수도권은 일 평균 환자를 900명대 아래로 줄이고 비수도권 같은 경우에는 환자의 증가 추이를 멈추는 데 목표를 두고 있습니다. 因为学生族群，各过2-3礼拜就要开学，南韩政府希望会当伫月底之前更加增加比例，让学校会当安全开学。另外，因为南韩已经摕到包括 AZ、莫德纳、Novavax 等4款国际工厂疫苗的代工结束协议，当局打算要投资2条2000亿的韩票，建造全球5大疫苗生产的重要城市。 2025년까지 글로벌 백신 생산 5대 강국으로 도약하겠습니다. 정부는 백신을 반도체, 배터리와 함께 3대 국가 전략기술 분야로 선정하여 앞으로 5년간 2조 2천억 원을 투입할 계획입니다. 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除了扩大投资、优待税金，协助企业伫疫苗的原料、零件、甲设备等，会当生产甲技术自主以外，嘛要培养医药的科学家、甲临床试验、生物制药的人才，佮要小听发展国产的疫苗。 镜头刷去澳洲，澳洲因为疫情严重，7月开始，维多利亚搁一摆进行第6届的封城，和澳洲强要一半的人拢伫封城限制，也毋过每一天的确诊人数煞一直增加，部分民众认为封城无效，就行就行路抗议，而且大部分的示威者拢无挂喙暗，佮有部分执政的人攻击警察，已经有10多人被警方逮捕。公司新闻电视台编译。 根据着欧盟气候监测单位的报告指出，讲今年7月全世界温度是有史以来第3高的。目前希腊和美国加州拢出现森林野火，这火也拢拍袂花。另外，伫北韩煞伫咧落大雨、做大水。 雨伞、乌金目镜、帽啊，全部提出来用。路的还佫有行路人准备开伞，一直会风，因为天气实在伤热咯。根据欧盟气象监测机构报告指出，今年7月是全球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第3高温的7月。 Globally, July was the joint third warmest on record, so joint with last year, and of course as with a global warming trend, we will see record-breaking months and years as we move forward. 火粉呛到半天悬，警消人员一间一间紧急撤离民众。希腊拄到3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火烧风，连续40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透强风，超过150位传出森林火灾。这个灾情无法度拍花。希腊总理初5伫电视讲话，要求民众唔通出门，同时警告上海还未来。 Δυστυχώς, τα δύσκολα είναι ακόμα μπροστά μας και η νύχτα που έρχεται είναι απειλητική. Αύριο περιμένουμε ισχυρούς δυτικούς ανέμους σε πολλές περιοχές της πατρίδας μας. 美国加州北部为顶个月导火的迪克西火灾持续烧炭，即马传出大火伫过去24点钟内烧掉有上100年历史。今仔日迄个时期的历史城市格林维尔，目前大火已经烧毁差不多13万公顷的林地。 大水冲歹桥墩规个塌落去，桥面也拢伫水内无法度通过。另外，串流的溪水直接将报函冲蚀。北韩国营电视台 KRT 报道指出，这个月初1至初3，北韩东部落超过500毫米的雨，超过月雨量。截至目前，已经有1100户人受影响，当局紧急撤离上千的住户。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为着要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委内瑞拉的中央银行伫初5宣布讲，会发行新版本的货币，想要到竟然互1亿缩变做是100块。这已经是委内瑞拉13年来第3届用新货币来解决经济问题啊。
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委内瑞拉恶性通货膨胀已经第4年，经济衰退已经8年。今年1月到5月物价起的幅度高达265%。委内瑞拉用恒久经济办法，就是印新钱，变得的新钱。10月7日开始发行的新版玻利瓦，会直接去掉6个0，也就是面额为100万起跳。发行的相关面额100玻利瓦新钱，价值甲即卖1亿玻利瓦同款。Se ha convertido en lo que se convirtió esto, mira, ¿ves? Esto nadie lo quiere, únicamente el banco. Entonces esto va a convertirse en lo que se convirtió esto, porque como se ha convertido todas las monedas que ha pasado por aquí, todas se han convertido en esto. 这是委内瑞拉油组派做出以来第3摆以换新一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第一摆是伫2008年查韦兹政权时代，当时起3个0；第2摆是伫2018年，伊的继承者，也就是现任的马杜罗政权，起5个0。Eso para el ciudadano común. Bueno, para el ciudadano común significa que el ciudadano común se ha descapitalizado, que el ciudadano común ha sentido que el valor de su poder adquisitivo pierde cada vez más fuerza. Entiéndase, el valor de su trabajo en términos de la moneda nacional está cada vez más devaluado. 目前相关面额钱100万玻利瓦伫市面上真欠缺，买一罐5公升的水要用到7张以上100万玻利瓦。5月，马杜罗政府将上价1个月薪水提悬2倍，不过依然无够买1斤肉，物价起价真严重。所以市场经济以美金来算，店头也以美金来标价。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讲到咱台湾人是愈来愈长岁数，内政部公布109年的资料，民众的平均岁数是81.3岁，查甫是78.1岁，查某是84.7岁，是有史以来上届长岁数的数字。马先生今年已经73岁啊，伊每天拢会做这种运动来训练脚骨的筋肉。平常时就是靠着规律的运动，也有良好的饮食，心情保持欢喜甲轻松，来维持家己的身体健康。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嘛，我们知道自己体力慢慢衰退，所以说每天持续的要运动。民众是愈来愈长寿健康，对内政部所公布109年间以性命表演看到，民众平均寿命81.3岁，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其中男性78.1岁，女性84.7岁。以6都来讲，平均的寿命上悬的是台北市的84.1岁，新北市81.84是第2，高雄市79.9是上佳。伫全体男性甲女性的平均寿命，拢是呈现对北而南减少这个情形。我们里面的65岁以上大概是1500多位哈，人瑞以99岁来算哈，那总共11位啊，目前身体状况都还不错。我们从礼拜1到礼拜6，每天都有活动。南部可能医疗品质没那么好，还要做事，所以说寿命平均都可能会比较短一点。内政部表示，全球男性平均的寿命是70.2岁，女性是75岁。台湾的男性甲女性平均寿命分别比全球的平均水准较悬7.9岁甲9.7岁，主要是因为医疗的水准提升，食品的安全有重视，生活品质的提悬，甲运动风气盛行，这拢互近年来民众平均寿命来上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振兴5倍券还未施行，不过真侪小店仔也烦恼讲，民众拢会去走去大型卖场消费，根本未受到5倍券的庇荫。今仔日，就民间团体含地委做会呼吁政府，爱甲5倍券限制用伫受影响的行业。已经开放室内食食，但是素食餐厅内底也是无人坐落来，生理要恢复，唔知阁要等偌久。虽然行政院准备要发振兴券，不过对一寡细经店面来讲，其实有淡薄基本。如果以去年，因为去年的氛围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哦，那所以说这个时间没有拉长一点的话，其实效果没有办法显现出来了。而且你又规定说要不要找零，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很麻烦？对啊，有人嘛烦恼，若照旧年安尼发放，其实有真侪消费者拢行去大型的企业，细间店面颠倒食无，所以基层嘛有意见认为，这个若发振兴5倍券，政府应该照过去各部会纾困经验来建立名单。嘛有民间团体表示，爱限制敢若通用伫受创的行业。振兴券这边是希望说可以做一个诱发型的这样消费，包括这个
这个餐饮旅游哈、运输啦哈，还有这些小微的店家哈。嘛，因为顶届发的票券上细张是200块，立委呼吁政府即届应该规划100块的部分，特别针对细金店，嘛，互票券发挥上大的用途。吴慧君那位部会代表是表示，会将意见互行政院。记者田亚木水采访报道。文化部伫今仔日搁再推出积极性艺文纾困补助方案，会当依次艺文创作，嘛会当实现现场甲线顶同时演出。艺文纾困4点控申请已经结束，文化部表示，艺文纾困较属于积攒救助金，只是互艺文团体勉强度生活，但是艺文环境估计一年后也真歹恢复正常。所以文化部搁再释出积极性艺文纾困补助方案，订定3个目标：创作能量那个不中断第2个人才不流失，第3个数位那么再进化，不只是艺文表演团队视觉艺术工艺出版文创设计等等的都可以提出来做那个来申请。面对疫情的无确定性，艺文产业必须提早准备8足的能量，新的创作排练、实验计划以及人才培育，拢会使提出申请。尤其是线顶甲实体共步演出，更加是目前重要的发展趋势。我们也用大的力量呢，来鼓励我们所有的表演团队呢，用虚实整合的方式做表演。我演出实体的，另外呢，在线上呢也可以售票演出线上剧场这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必须要有人开发出能够让我们进行线上演出还能够售票的一个机制。要不然现在一个人买票，那我一群人围在手机旁边看，那我是不是就损失了10张票的来源？相关的补助为8月16到9月22截止，政府部门提经费帮助艺文产业在疫情中行出外路。不过，新的表演模式，观众的接受度如何，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如何应用，嘛是大考验。记者杨淑静、谢桂林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的时摆，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29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2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